好，唔該晒。咁下一位請黃俊碩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我都留意到文件呢第17段呢都特別提咗我哋會計業界，的而且確會計業界即係作為金融啦、財經同埋經濟嘅一個最主要嘅持份者啦，或者我哋嘅一個守門員呢。即係我諗會計業界都係即係嘅工作係好重要，咁啊亦都好感謝FSCB 早前將會計界加入去人才清單，的而且確我哋會計界係需要有唔同嘅人才，特別係涉及 Web3嘅呢啲嘅人才，咁我就講翻文件第17段啊，佢都提到會財局密切留意市場嘅動態，都同我哋會計行業組織咧同埋持份者定期會面，了解我哋行業需要啦。咁我就係想問一問會財局會唔會採取一啲更加主動嘅措施呢？譬如我留意到去新加坡咧，早年其實都由呢個新加坡嘅會計發展局等多個部門咧去聯合推動咗一個戰略計劃，就係叫會計業數位轉型藍圖 （Accounting Industry Digital Plan， 最主要幫助一啲中小型嘅執業所去轉型啦。咁而且個資料顯示咧，截至2023年嘅時候咧，超過70%嘅一啲會計師咧完成基礎嘅區塊鏈訓練啦。頭100間嘅會計師事務所咧，有一半咧已經導入咗 AI 或者區塊鏈嘅工具。咁啊，我想問佢未來啦。會財局點樣去幫助呢個Web3嘅人才發展？會唔會一啲更加主動嘅角色？因為我自己嘅會計師公會咧都做咗12年嘅中小型執業所，我哋每年咧都有一個 SMP Symposium， 即係一個旗艦活動啦，即係去介紹各方面。去 AI 啊或者 digitalization 咧，其實過去嗰12年我做嘅時候咧，都係想去好幫啲業界去將佢加入去幫助佢簡化一啲流程，但好多時我哋發覺係好困難，因為第一業界人手不足啦，佢哋好多時都係顧及目前嘅工作，都做唔到其他發展。咁當然希望而家我哋有 FSCB 個計劃可以幫助到我哋人才嘅方面嘅流失啦。咁但係長遠我都成日喺度諗點樣可以讓我哋中小型執業所可以用更加多呢一啲嘅科技。咁同時間我都想問一問會財局，除咗中小型執業所之外，其他會計師、商界會計師點樣可以去幫助佢哋去擁抱或者融入3.0？多謝主席。好，唔該，副局長或者會財局嘅同事。咁我交俾會財局嘅同事回答。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咁其實啱啱講得好啱嘅就係 Referee 呢個技術咧，而家向我哋留意到業界裏面，譬如當嗰啲有啲會計師事務所，因為佢嘅業務需求已經有用到 Referee 呢樣嘢，所以佢哋自己都有啲培育 Referee 嘅人才嘅一啲培訓藍圖嘅。咁我哋都積極去同佢哋去了解啦，睇下佢哋究竟而家培訓呢啲人才嗰時，佢嗰個成個培訓方針同埋進展啦咁樣。咁另外一啲會計事務所嗰啲，因為可能佢嘅業務暫時未有咁多 referee 咧，我哋都其實同佢哋嘅保持接觸，就係會協助佢哋去了解究竟 referee 帶俾佢哋機遇，咁而將來嗰時可以幫佢哋應對相關呢個科技嘅急速發展同埋喺香港嘅應用需求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嘅取態就係我哋喺度密切咁關注緊市場嘅動態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同一啲會計嘅行業組織去積極配合。如果有需要有啲咩培訓需求嗰時咧，我哋都會作出一啲支持嘅。嚇，咁sorry。答完未？可能去到 AI 嗰度。好。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咁頭先啦，啱啱黃議員都有提過咧，其實嗰個關於 AI 嗰個應用咧，究竟喺會計業係點啦？咁其實我哋會財局咧，亦都積極咧探索咧人工智能咧喺會計行業嘅應用場景同埋相關平台嘅使用啦。咁其中咧包括咧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研發嘅一個 AI 平台。咁我哋會咧同呢個平台啦探討佢嘅應用場景啦，亦都會咧同呢個會計師事務所同埋會計從業員咧去舉辦一啲研討會，去提升翻呢個會計業咧對於 AI 平台應用嘅認識啦。特別咧係針對一啲中小型嘅會計師事務所咁樣嘅。好，主席有少少補充，即係我都理解係其實係難嘅，因為即係會計師嘅工作都係好繁忙啦。我哋一年有4個嘅 test deadline 啦，稅務嘅限期要報稅啦。咁啊當然如果有特別行業，即係譬如證監持牌機構啊，我哋可能4月30號啊，或者係6月30號啦，唔同嘅牌啦，又有多啲啦。咁啊有做上市公司嗰啲369、12又忙啦，1EN 啦，跟住 interim 又要再玩多兩，即係再做多2個嘅 period end 咧，其實真係好鬼忙啊！即係我都希望係即係可以 AFRC 或者即係政府可以投放多啲嘅資源，讓佢哋去及早去部署，因為呢樣嘢真係幫助到業界。因為我即係去一路做咁
內嘅即係工會嘅工作咧，其實呢一個係唯一一個我覺得係一路都係打破唔到點樣可以將 digitalization 或者 AI 去幫助，即係希望可以未來嘅工作 AFRC 多啲着重去發展行業發展方面。一個意見即係多謝主席。好，希望當局都聽到議員意見。嚟緊 Web 3.0確實係好多商機啊，尤其是會計界都係非常之要跟上節奏，好嘛？